大家早晨啊！識得我朋友都知道我好中意睇戲嘅，有時一個人都去睇啦，咩戲都睇嘅，咩題材嘅戲，咩國籍嘅戲都睇，卡通片都睇嘅。我記得細個嗰時候讀書嘅時候呢，曾經有一兩部戲啦，係一完場嘅時候，全場觀眾係不自覺地全部鼓掌啊！其實好耐我已經揾唔返呢個感覺啦。一套好戲要有一個好嘅故仔啦，一班好嘅演員啦，佢哋嘅演技啦，同埋成個故事嘅連貫性啦，最後去到高潮，贏取大家嘅掌聲同埋淚水啊！嚇，真係唔簡單嘅。今時今日有咗 AI 啊，我已經近排已經完美示範俾大家睇啊！只要有一幅相，基本上你要去做咩動作有咩動作，要咩演技有咩演技，要咩場景有咩場景啊！嚇，所以即係電影界，我覺得將來會面對一個好大嘅挑戰啊！因為到時可能套戲都係差唔多一樣咁完美啊！嚇，因為全部都係 AI 製作啊！咁 AI 又可唔可以影響到我哋手錶界呢？暫時我睇就應該影響唔到啦。一隻好錶同一隻渣錶啊，渣錶一樣係會容許慣性嘅面孔出現喺大家面前啊，或者扮晒冇貨啦，或者係即係總言之係控制嘅供求啦，作下古仔啊，揾一大班人去吹噓隻錶又幾好幾好啊，之後氹你去買嚇。依然係用呢啲模式出現啊！咁啊，一隻好錶係要經過時間嘅考驗啊。若干年後、10年、8年後，你攞翻隻錶出嚟，依然你覺得佢係好錶，應該就係好錶啦。咁對我嚟講啦，呢幾年成日介紹啲超筍價嘅錶俾大家啦。咁嗰隻錶好或者係唔好啊？你輸極都係嗰個超筍價啦，可能係一折幾、兩折幾或者係三折幾啦，輸極都係嗰個銀碼啦。相比起一啲錶係配數咁去入貨嘅，咁啊你輸就係輸嗰個配數嘅價錢啦。當然玩錶就唔係成日計住贏或輸嘅，咁最緊要大家開心啦，荷包有錢啦，咁啊當消費當一種娛樂，冇所謂嘅嚇。咁玩錶都係一個非常好嘅嗜好啊嚇。所以我哋先至可以凝聚到咁大班錶迷啊！話咁快，2026年1月又剩返2日啦，踏入2月啊，農曆新年又到啦，時間真係過得非常快啊！大家繼續加油啦嚇！無論環境幾惡劣啊，大家一定要堅守住自己嘅崗位啊，堅守住自己嘅信念啊！一齊加油，明天會更好。拜拜。